劉經紀，我要裝私房單位嚟一下。嚟到310尺嘅一房單位，鐵路上蓋一房做到客飯廳分明，其實已經非常之友好噶啦。房間就喺呢個部分，非常方正，亦都係一房一號嘅設計。結果我哋嚟到472尺嘅兩房單位，玄關依然做咗到頂嘅儲物櫃俾你，右手邊就係開放式嘅廚房，然後呢個位置傳統方法進入兩間睡房同埋洗手間。呢個就係534尺嘅兩房，你哋好想要嘅梗廚單位。客廳已經做咗兩邊對立，露台外朝西南，然後下面就係小區嘅內園景觀，望埋大圍市中心，再後邊嘅就係山景。你仲以為我喺頭先嗰個單位，我哋已經嚟到呢一個847尺嘅3房套連埋一個儲物室。我哋而家就企喺一個客廳嘅位置，露台依然都係面朝西南，向翻呢個內園嘅泳池景觀。喺我嘅左手邊，發展商已經做咗木質嘅特色牆俾你噶啦，咁其實可以慳翻好多裝修錢噶啦。剛剛出嚟呢個部分就係單位嘅儲物室，喺玄關個位置左手邊發展商已經預設咗一系列到頂嘅木式儲物櫃俾你噶啦。咁而家後裝嘅3期啦，無論係招標嘅河景3房單位咧，定還是係價單抽籤嘅1至3房單位咧，已經全面開放預約參觀噶啦。如果你有興趣，即刻 WhatsApp 我哋，幫你預約。拜拜。